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英叶牧师。7月18日，以诗篇来祷告的改变因子8，存在意识。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记载在诗篇118跟119篇。RPG 我们要祷告的经句记载在118篇的第1节，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有人这样说啊，我寻求耶和华，后来我知道是他寻求我，他感动我的灵去寻求他。救主啊，不是我去寻找，不是我给你寻得了。我们的主主动会寻找我们，所以我们常常会有一种就是有人在呼召我们，有一种就是有人好像一直牵引着我们。那正是应验了这个圣经里面常说慈神爱所。我们在这世上生活，我们不是孤单的，我们总是有神把我们层层的关联住。这十字架其实不只是神跟我们，而更重要的，神放下其他横向值得我们跟他的关系，横的他放下那个关系，人际之间的关系在我们的当中，使我们虽然人生很短暂活着但我们却知道短暂的当中我们存在的意义。我们从哪里知道我们是短暂？当然是从我们所赞美的这位上帝。我们常常这样赞美一开始我们就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以永远的眼光来看，我们的人生真的是很短。在很短的这个人生里面我们就会觉得不是那么积极吗？我们觉得我们就是等待吗？如果是这样就太可惜了。我们的主让我们走人生这一遭绝对不会是枉然，不是让我们用等的就这样过去。就是我们在这世上的每一个时刻，神让我们从出生一直到我们见主的面的时候，我们就是我们要完成的那个使命。我们记得耶稣吗？耶稣他跟我们一样出生，然后慢慢长大，到30岁的时候出来服侍，用3年的时间。那我们会不会觉得很没有效能30年就为了那3年的服侍。所以耶稣都这样子被预备，他知道他为什么而生，那他知道他这一生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拯救我们。那我们人呢？我们人一生都在被神让我们的生命是被神来磨塑，使我们这一个灵魂，我们的这个灵性，我们的生命一定有一个使命而这使命不会因为我们生命，我们的身体死了，烧了，烧尽了，那我们的灵魂呢？我们灵魂是永远不灭的。我们在活在这世上，那身体一天一天的出生、长大、成人，经历这一切，使我们的灵魂被锻炼。我们的灵魂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因信称义，那么我们就有一个资格，我们就有一个这个资格，就是我是天国的见习生，我是天国的实习生。亲爱的大家，我们知道吗？上个礼拜在迦南教会，我们儿童阿嘎培办的夏令营，这个名字叫英雄梦工厂。每一个进来的学员，他们其实就是见习生。
哇，真的很符合音乐牧师想要表达的哈。神呼召我们因信称义有60分的资格之后，我们一步一步在这个练习生以后，我们要成为实习生，正式的实习生。我们成为正式实习生，当我们跟神面对面的时候，哇，我们就已经那个生命要跟主他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在那里，我们要是那个被数点数的人，我们要在那里跟神得胜，然后跟神在这地上要来掌权，神的国要降临，完全的降临，这是我们的盼望哦。所以我们当然要来赞美我们的神啊，像我们118篇诗人，他发自内心感谢神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啊。经历这么多的波折，他们真的深深的体会到，虽然人的帮助很及时也很温暖，但只有上帝的帮助，上帝的右手，上帝的同在，我们才能够坚固依靠的力量。那么在这样子的历史的背景跟现在跟过去，我们真的就像是一个群体，我们才知道说，哇，我们人生呢最多100年，跟我们过去的哇几千年的人，我们在主的这个超自然的这个属灵界里面，我们可以互相来对话，透过经文，透过我们的祷告，透过我们读神的话。118篇，愿以色列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亚伦的家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敬畏耶和华的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我们可以接续哦，愿我和我的家可以来侍奉耶和华，来敬畏耶和华，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位神他是在急难中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求告他就应允，把我们放在宽阔之地，有他帮助我们，我们必不惧怕，人能把我们怎么样呢？是啊，投靠耶和华的强势依赖人，投靠耶和华的强势依赖王子。从这些话里面，我们就更知道，原来啊，在这样子的属灵群体当中，我们透过存在的角度，存在的意思就是我透过我存在的这个几十年，我们人生奋斗最终的目标其实是存在所赋予的限制，也就是死亡、孤立、自由与无意义。也就是我们在这个属灵的这个群体中，我们会去讨论到，我们会去想到，我们就会是超连结去思考到，我们去顿悟，我们去洞察到，哇，我们从这些属灵的前辈，大卫也好，亚伯拉罕也好，摩西也好，雅各也好，所罗门也好，这些甚至到新约的耶稣也好，我们从他们的身上我们获得了帮助。我们知道我们原来人真的有限，唯有无限的神，这当中只有耶稣他复活，他死又复活，使我们真知道我们是可以有依靠的。所以还是我们在面对这个有限当中，我们是有限，我们自己做决定，做那我可以做的决定，但我无法做的决定，我们真的只能交托。所以何以诗篇我们来祷告会改变我们的眼光跟视野，就是我们就知道神给我们有限的生命，虽然有限，但他给我们自主的能力，我们做了决定，我们就对我们所做的决定来负责任，让我们付不起的，神帮我们付。他要我们的灵魂的生命被茁壮，我们还有多少天的生命，我们就被神茁壮，然后我们面对面主的时候说，主啊，我的生命境况是这样。所以好不好，我们跟神可以来超连结，也帮助我们身边的人。那么我们每天都会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要欢喜。所以我们神
给我们的话在119篇，哇，我们好好的读119篇真的是很长啊如果我们前几天我们才读最短的2节对，但今天我们要读圣经当中很长的176节，176节前170节开始愿，有几个愿呢？愿我的恳求达到你面前，照你的话搭救我。愿我的嘴唇发出赞美的声音，因为你将律例教训我。愿你用手帮助我，因我拣选了你的训词，我愿意渴慕你的救恩。愿我的性命存活，得以赞美你。愿你的典章帮助我。我如亡了羊，走迷了路，求你寻找仆人，因我不忘记你的命令。亲爱的弟兄姐妹，活着真好，是吧？但死了，如果你是属神的，也会更好哦。但首先我们要目前还活着的时候好好的过日子。要怎么好好的过日子？当然就要好好读神的话，好好跟神连接，我们生命可以被神来更新，一天比一天更新就会更新。我们一起来默想，切慕神的典章跟了解神话语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在我的生活中，我以什么为重呢？学问、事业、生育，或神的话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有限人生，我们就真知道主你的无限对我们是这么重要。唯有依靠你，被主你的无限所包容包含，被无限的你找到，我们的生命才有意义。让我们活着的时候，每一天都活出你给我们的意义，我们活出你给我们的使命，那个为我们量身定做的使命，使我们活得越来越起劲。谢谢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愿我们今天活出那个起劲、有智慧与主与我们同在的日子哦。我们明天见。